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明仔载就是中秋，照民间传统风俗会拜祖先、拜公妈，真侪人拢会拜几只鸡，都爱食禽胸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兴好应兴第一条。读兴这是读鼻音，兴就是讲咱的身躯头前，为阿妈棍下骹一直到腹肚顶面这个部分，咱讲是兴坎。另外兴嘛，当讲是无形的腹肠，咱讲心兴。这个文音读做乡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大胸坎，这个意思就是用咱的手掌轻轻啊拍咱的胸坎，有可能是吊颈踹一个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意思代表讲是有自信，保证无问题，或者是答应人的代志，咱讲大胸坎挂保证。第二个词读做现胸，这个意思是讲穿衫绕绕，挑工要互胸坎露出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大胸坎挂保证，讲这一届举办服装展览会，一定要互大家欣赏到伊的汉草，伊特别现形，互大家看到伊练真久，展现的好体格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兴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